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係啊，因為咧天雨嘅關係，我哋咧都網上直播崇拜啦。但願咧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嘅裏邊，都係咧專心嘅、投入嘅嚟到咧去敬拜上帝，同埋聆聽佢嘅話。我哋先去為自己嘅心去祈禱啊，去安靜自己，預備我哋嘅心咧嚟到敬拜神。來啊！我們要俯伏敬拜，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拜，因為他是我們的神，我們是他草場的百姓，是他手中的羊。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。但願咧，我哋嚟到神面前去歌頌佢、讚美佢，並且咧聆聽佢嘅話語。諸天說上，神榮耀璀璨，造物奇妙，讓蒼生驚歎，伸手之下，無窮盡恩惠，統管四方，權能越過天際。神我的主，榮耀寶座前，列國俯伏敬拜，至高的你，神我的主，誰又可比美？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。諸天說上，神榮耀璀璨，造物奇妙，讓蒼生驚歎，伸手之下，無窮盡恩惠，統管四方，權能越過天際。
神我的主，榮耀寶座前，列國俯伏敬拜，至高的你，神我的主，誰又可比你？頌讚公義聖義，權柄都歸於你。願一切榮耀、頌讚、尊貴、權柄、大力都歸俾我哋嘅神，係我哋嘅神，實在配得讚美，超過我哋嘅言語所能夠去描述。願意我哋都嚟到神嘅面前，要站立去敬畏佢。如何能描述你是多美麗？奇妙在我眼中，實體奧妙被我所明了，而從來並未聽見過。誰能曉得你無窮的智慧？誰能察透你愛的高深？如何能描述你是多美麗？我知主在天上掌權，敬畏站立在你裏面，敬畏站立在你裏面，聖潔身配受所有頌讚，我怎能敬畏你？如何能描述你是多美麗？奇妙在不言中，實太奧妙被我所明了，而從來並未聽見過。誰能曉得你無窮的智慧？誰能察透你愛的高深？如何能描述你是多美麗？我知主在天上掌權，敬畏站立在你裏面，敬畏站立在你裏面，聖潔身配受所有頌讚，我怎能敬畏你？敬畏站立在你裏面，敬畏站立在你裏面，聖潔身配受所有頌讚，我怎能敬畏你？我哋嚟到主嘅面前，專心嘅去聽佢嘅話語，以致我哋能夠真正嘅去認識佢，去明白咧神嘅心意，並且咧神對我哋生命嘅旨意。喺呢一刻，
就讓我哋去到尋找咧我哋嘅上帝，在這一刻。在這一刻，寧靜地忍住，寂靜之中見到你。在這一刻，寧靜之中，此刻心裏只想得你，是我想了解你。願你嘅靈去充滿我哋，幫助我哋，又願你真理嘅靈親自去對我哋講説話，讓我哋咧同心嘅去到咧尋求你嘅時候，你咧就親自向我哋顯明你嘅心意。多謝你，願你悅納我哋嘅敬拜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現在讓我哋透過禱告嚟到尋求神。而家喺公禱嘅時間，可以咧去睇翻熒光幕。我哋咧有兩個禱告嘅事項。第一方面，願主幫助我哋同基督建立親密、和諧、持續愛嘅關係，發揮從佢而嚟各樣嘅恩賜，並且與眾信徒建立合一、同心、友誼嘅關係。第二方面，紀念身心靈軟弱嘅肢體，願佢哋將一切嘅重擔同憂慮全然嘅交俾主，讓平靜風浪嘅主掌管一切，使佢哋專心倚靠仰賴主嘅恩典。請低頭禱告，一息間我會帶領大家做一個結束嘅祈禱。我哋同心禱告，親愛嘅天父上帝，
求你幫助我哋時刻同你建立一個好親密嘅關係，就好似枝子同埋葡萄樹嘅關係一樣，係緊密相連。我哋喺你嘅裏面能夠得着滋養，我哋嘅生命能夠結出果子。我哋唔單止能夠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嘅愛你，亦都能夠愛人如己，能夠關愛弟兄姊妹，關愛鄰舍，同身邊嘅人都能夠建立和好嘅關係。求你幫助我哋，亦都紀念到身心靈軟弱嘅弟兄姊妹，你係大能嘅醫生，求你醫治我哋，亦都供應我哋一切所需。我哋要將一切嘅憂慮去卸俾你，因為你必顧念我哋。你係嗰位平靜風浪嘅主，願你止住一切嘅風浪，讓我哋定睛仰望嘅唔係呢啲嘅困難同埋挑戰，而係定睛仰望主耶穌你自己，叫我哋能夠專心嘅去依賴你嘅恩典，得着你嘅幫助。多謝你垂聽禱告，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高舉聖經敬拜神。今日誦讀嘅經文係記載喺以弗所書4章11至16節。他所賜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者和教師，為要裝備聖徒，做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體，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。這樣，我們不再作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，被一切邪說之風搖動，飄來飄去。我們反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，各方面向着基督長進，連於元首基督。靠着他，全身都連接得緊湊，八節各按各職，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使身體漸漸增長，在愛中建立自己。今日有本堂傳道人鍾建文傳道為我哋證道，講題係以真理建立彼此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感謝神俾我哋能夠雖然喺暴風之中，但係我哋仍然可以因着神嘅恩典一齊去嚟敬拜佢，能夠一齊去聆聽佢嘅説話。我哋先嚟同心祈禱。主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你俾我哋仍然有你嘅愛同恩典喺當中。雖然喺颱風之間，我哋未能夠翻到嚟你嘅殿裏邊，但係主你仍然同我哋一齊，你幫助我哋，你帶領我哋，讓我哋能夠同心合意，一同嚟到喺你面前去敬拜你。我哋獻上感恩，求你都帶領以下落嚟嘅時間，使用孩子，讓孩子同眾弟兄姊妹同感一靈嘅，一同去領受你嘅話語。獻上禱告感謝，祈禱交託，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今日我哋嚟睇下真理點樣去進入我哋嘅當中，同埋真理點樣去到讓我哋嘅成長。以弗所書4章11至16節係保羅俾以弗所信徒嘅一個嘅勉勵。呢一段係一句好長嘅句子。喺一段經文之前，保羅佢提到基督已經戰勝咗仇敵，佢將禮物賜俾我哋，叫我哋能夠用所得到嘅禮物，即係佢俾我哋嘅恩賜，去服侍我哋嘅主。賜喺呢一個字上面係一個主動詞，好重要，亦都係本段裏邊話俾我哋聽，教會裏邊
其實有唔同恩賜嘅人。首先，呢啲係神所賜俾弟兄姊妹嘅，而佢哋嘅恩賜亦都係神所俾嘅。喺度特別提到好幾個嘅職分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首先咧係使徒，昔日可以叫做12使徒，係跟隨耶穌基督嘅人。佢哋同耶穌好近，佢哋見證住耶穌嘅死，亦都見證住耶穌嘅復活。當日嘅使徒，佢哋隨走隨傳，將福音傳俾世人，並且教導信徒真理。當中亦都係有指住有特殊任務嘅人嘅意思喎。所以喺而家嚟講，我哋可以話呢一啲嘅特殊任務嘅人，可以係宣教士，或者係為主開荒嘅人等等。跟住係先知，喺舊約嚟講，先知就係神嘅代言人。我哋喺保羅書信裏邊可以得到一啲啟示，話俾我哋聽，究竟新約係講啲乜嘢呢？先知喺哥林多前書嘅14章，保羅將先知講道同方言做出一個好大嘅對比嘅。佢話先知講道係傳講神嘅話語同埋啟示，係人所能夠明白，可以造就、鼓勵、教導人。但係方言卻係唔能夠，亦都唔能夠去造就人。跟住係傳福音。傳福音顧名思義就係將福音傳俾人，然後就係牧者，用神嘅話語去牧養教導弟兄姊妹。教師同牧者好近嘅，係教導弟兄姊妹更加深入去認識神嘅説話。保羅特別提到呢幾個恩賜嘅時候，其實佢哋有好多共通點，其中就係以教導同埋傳道嘅恩賜，幾乎所有嘅信徒都離唔開傳同教導真理嘅責任。大家都要將福音傳遍，將神嘅福音去興旺，因為呢個係基督俾我哋嘅使命。既然有呢啲恩賜，都係神俾教會嘅，佢賜下呢啲嘅恩賜，自然會有佢嘅目的。當我哋嚟睇呢啲恩賜嘅時候，就要運用真理上嘅教導上面。目的就係第12節佢咁樣講到，佢話為要裝備聖徒，做侍奉嘅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新漢語譯本係咁樣講，佢話為要裝備聖徒從事聖工，好建立基督的身體。呢一句係漸進式嘅句子，係有先後次序嘅。先裝備好聖徒，再做侍奉嘅工作，跟住先至可以建立到基督嘅身體。13節裏邊更加指出，侍奉裏邊係能夠使到我哋喺信仰裏邊去合一。我哋透過不停嘅裝備，不停嘅服侍主，叫到我哋能夠認識真道而合一。對真理嘅認識，我哋唔係憑空想像，而係要透過經歷主、服侍主，而且唔係個人去依靠他，唔係個人去依靠神咁簡單，而喺教會裏邊嘅群體裏邊，透過人與人之間嘅相處，不停嘅學習，唔係一下學就識嘅，而係不停咁長進。弟兄姊妹透過大家之間嘅不停嘅摩擦，叫我哋學習用愛去相處，用基督嘅愛去待人，叫我哋喺服侍當中一步一步認識基督，一同對佢嘅信心係增長嘅。透過對主耶穌嘅相信，我哋每一個喺教會裏邊就會更像基督。當我哋更像基督嘅時候，我哋先至可以達到同歸於一。與此同時，保羅同我哋講，
呢啲嘅事工嘅目的係為咗要建立基督嘅身體啊！但係要建立基督嘅身體嘅首要條件，首先我哋話要去裝備聖徒。我哋會問裝備聖徒嘅原因係乜嘢啊？嗱，首先裝備係帶有呢個嘅訓練同紀律嘅意思，指向為咗某一啲事情去做準備、預備。呢一句裝備其實我哋都好明白，但係往往係好難去做到啊！做事要預備，見一份工，我哋要預備個人簡歷，知道工作嘅基本要求，我哋又要做好準備嘅應對。目的就係要成功入職。又好似啱啱升中嘅一班年青人，佢哋為咗要升間好嘅學校，佢哋都要提前做好準備。曾經去面對呈分試、入學試，目的都係要揾到一間好嘅學校。同樣喺信仰道路裏邊，作為基督嘅門徒，保羅好強調要裝備，因為唔裝備好自己，一旦遇到風浪同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好容易被擊倒。侍奉都係一樣，我哋冇好嘅裝備，貿然衝去侍奉，都好容易會焦頭爛額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唔一定係使徒啊，有特別嘅任務。我哋唔一定係先知去傳講神嘅話語，亦都唔係個個係牧師或者傳道人。但願我哋每一個當中能夠興起成為傳道。但係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恩賜，我哋一定有嘅。呢個係傳福音。傳福音可以解咗做福音嘅宣告者或者傳福音者。我哋每一個都能夠去見證基督嘅福音。記得有一次喺區聯會嘅執事訓練裏邊，有位牧者分享到喺馬島嘅經歷裏邊，有弟兄姊妹都感到自己係冇恩賜去傳福音，但係當地嘅宣教士反而同佢哋講喎，佢話你哋喺度就已經係傳緊福音，已經係一個福音嘅見證。長宣家嘅家人，今日我哋要言傳基督，而且更加要身體力行，或傳或講，我哋都要活出基督。行動話俾我哋知，只係我哋願唔願意去傳呢？福音原來唔係就係恩賜，只要我哋去行出嚟，我哋就可以。但係有時我哋都好不自覺咁，好難向人傳福音，特別同自己身邊嘅家人。身邊嘅家人就係睇到我哋嘅行為，睇到我哋嘅態度，有陣時都好容易失言症，唔知點傳，講極都唔明，或者講兩句就同佢哋嘈交。喺度或者我哋可能真係同我哋裝備咗啲乜嘢好有關係。咁我哋要裝備啲乜嘢呢？保羅話俾我哋聽，信徒要裝備。我哋諗，我哋唔會話都唔使裝備。我哋唔單止要裝備一啲技能，好叫我哋能夠喺唔同層面上面同人接觸，向人傳講福音。而保羅喺度特別提到一個任務，係我哋要喺真理上邊裝備好自己。今日我哋對神嘅話語有幾多認識呢？認識多同少，的確係對我哋對神嗰個信服同埋信靠都好有關係。詩篇119篇105節，佢咁樣講：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冇神嘅話語喺我哋裏邊，我哋係好難成長。先唔講彼此相愛，就連生命
向前行都好成問題。但係保羅喺度勉勵信徒要接受神話語上邊嘅裝備啊！詩篇咁樣提到，神嘅話係我哋嘅腳前嘅燈，係我哋路上嘅光，係引領我哋走前面嘅路嘅。冇神嘅説話，我哋好易跌倒，甚至自己跌倒咗都唔知，因為已經不知不覺咁落喺黑暗裏邊。主耶穌亦都係約翰福音14章6節，佢咁樣講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主耶穌點樣去成為我哋嘅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呢？最重要嘅係我哋要信靠、信服。信靠，凡事以佢為主，相信佢，相信佢嘅話，佢嘅應許，依靠佢嘅大能大力，要向佢祈求、禱告，不停咁尋求主嘅幫助，信服佢，信服主耶穌喺我哋身上邊嘅每一個嘅人嘅主權，信服主耶穌對我哋嘅吩咐命令。我哋要去愛人，我哋要去禱告，我哋要去讀神嘅話語，彼此相交，信服耶穌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面嘅照明。信靠信服係透過神嘅話語俾我哋嘅聖經，我哋要加深對神話語嘅認識。聖言就會藏喺我哋嘅心裏邊，聖靈就會透過神嘅話同我哋講嘢，去提醒、去催逼我哋，同埋去塑造我哋嘅生命，叫我哋去成長。呢個亦都係第一點，裝備真理，我哋就可以建立生命。咁我哋話要裝備咯喎，咁裝備嘅前提又係乜嘢啊？首先，我哋要有得裝備先，有裝備嘅途徑。喺保羅嘅時代嘅時候，信徒都係透過使徒同埋頭先所講嘅有教導恩賜嘅弟兄，有呢啲恩賜嘅弟兄姊妹，將神嘅話語去教導，去講明俾佢哋聽，叫佢哋能夠明白佢所信靠嘅神係點樣嘅神。而更重要嘅係提醒佢哋要彼此建立生命。同樣今日我哋確實都有得裝備嘅喎，最重要係神嘅話語、聖經已經擺喺我哋面前，我哋能夠讀得到。唔同宗教改革之前，唔係每個人都可以讀到聖經嘅。相反，今時今日聖經卻係隨手可得。特別喺香港呢個曾經係小小嘅漁港，依家係國際大都會，屬靈資源佢非常之豐富啊！而其次就係弟兄姊妹能夠喺教會裏邊聽到道，能夠有主日學嘅課程，亦都有好多依家好多唔同嘅神學嘅課程，都俾大家去睇到聽到。我哋長宣家其實都有好多嘅課程。又有小組查經，可以提供呢啲機會俾我哋有裝備神話語嘅時間，有咗裝備嘅機會，我哋第二個就會問：我哋究竟願唔願意去接受呢啲裝備呢？因為基督已經為咗以弗所嘅信徒，佢預備好啦，有從聖靈而嚟嘅教導恩賜嘅人。而以弗所嘅信徒都需要裝備，都需要教導。重要嘅原因，因為佢哋要承擔侍奉嘅工作，做侍奉嘅工作，建立基督嘅身體。使徒、先知、傳福音、牧者、教師，佢哋嘅目的係教導，而信徒就係被受教嗰位。教導嘅目的當然係要做侍奉嘅工作。教會裏面有好多唔同嘅職份，目的就係要俾弟兄姊妹佢哋發揮恩賜喺事工當中。
能夠讓基督嘅身體去成長，亦都發揮弟兄姊妹佢哋喺地上嘅嗰種嘅恩賜同功能，就可以為基督去做見證。亦都因為咁樣，教會就被建立。而建立基督嘅身體可以分做兩方面，首先就係個人，跟住就係群體。喺個人裏邊，當我哋接受咗真理嘅裝備之後，我哋應該明白點樣係過合神心意嘅生活，並且知道教會服侍嗰種重要性。喺之前講道裏邊都同大家分享過，服侍係內心嘅心靈向外嘅一個表達，係事工嘅生命嘅流露。如果單顧內在嘅生命而唔參與外邊嘅服侍嘅時候，其實最終只係導致生命嘅不平衡。一旦缺乏咗團契生活嘅參與同委身，缺乏咗服務他人嘅生命嘅彰顯，我哋嘅心靈就得唔到真正嘅滋潤。所以當我哋接受裝備之後，我哋就要更加要去依靠神，按住佢嘅真理去行事，唔係收埋自己，亦都唔係將信仰自我中心化據為己有，而係從內向外展現咗神嘅真理裝備一個人嘅時候，我哋就會透過被神話語餵養咁樣。若果將真理收埋，而唔將真理活出嚟嘅話，其實即係無學一樣。所以求主去幫助我哋喺呢個嘅邪惡嘅世代裏邊活出真理，俾自己喺神嘅愛裏邊去成長。呢個係從個人方面去睇，從群體裏邊，當我哋每一個人踏進去侍奉嘅時候，基督嘅身體、教會先至會成長起嚟嘅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被主裝備真理過後，我哋會先有成長，而我哋每一個先至可以踏入侍奉嘅階段。冇真理嘅裝備，其實我哋本身都冇可能去成長，因為我哋唔係透過一個獨自升級嘅系統去認識天父上帝嘅真理，而係透過聖靈嘅引導，不斷咁認識基督嘅真理之後，我哋就明白同埋聽從耶穌嘅吩咐，一齊喺基督裡面結果子。約翰福音15章5節：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裡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裡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，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。你們若常在我裡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。凡你們所願意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就。你們多結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榮耀，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主耶穌講咗一樣好重要嘅事情。經文提醒我哋嘅生命要喺基督裏邊，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我哋要喺基督裏邊有團契生活，有崇拜相交嘅生活，同基督有團契嘅生活就真實咁同弟兄姊妹有彼此。若果我哋生命唔喺基督裏邊，若果我哋唔同弟兄姊妹有彼此相交、小組、團契、崇拜，咁樣我哋都係冇辦法結出果子嘅。而結出好果子，就係要透過服侍，大家彼此嘅付出、溝通、磨合，透過彼此生命被建立，基督嘅身體
就因為咁樣茁壯成長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不斷嘅成長，要離開信仰嘅起始點啊，要竭力去到一個嘅完全嘅地步。我哋唔需要再立啲咩根基，而喺根基上邊不停咁被建造。我哋千祈唔好原地踏步，建立一次根基，仲要建多幾次，結果就好似種地咁樣，不停咁爬泥，而冇澆水、冇施肥，最緊要係撒種，連撒種都冇，咁點會有收成出呢？我哋要接受裝備去服侍，我哋就係因為住教會啊，為住基督嘅身體，我哋要讓福音傳遍呢個嘅社區，傳遍呢個嘅世界。我哋要喺服侍裏邊，就自己都可以喺基督裏邊成長，咁樣先至可以打屬靈嘅仗。以弗所書6章佢咁樣同我哋講，相信大家唔陌生呢段經文，係關乎屬靈嘅全副軍裝。保羅話俾我哋聽，屬靈嘅仗一定要打㗎啦。但係如果裝備得唔好，我哋其實都好容易被擊倒。所以我哋要接受多方嘅裝備啊，做傳道人、做牧者，要接受3至4年嘅神學訓練。做執事、幹事，原來都有訓練課程嘅喎，都有神嘅聖言喺當中去教導，叫我哋先能夠堅定心志去服侍我哋嘅主。單係靠自己嘅能力而冇神嘅參與係冇用嘅，服侍只會變得空談。我哋千祈唔好好似希伯來書5章12到14節嗰度咁樣講。看你們學習的功夫，本該作師傅，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，另教導你們。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，不能吃乾糧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練仁義的果子，因為他是嬰孩。唯獨長大成人的，才能吃乾糧。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，就能分辨好大了。希伯來書作者喺呢度提醒信徒要被造就。若果唔係佢哋原地踏步嘅話，就唔能夠長大成人，繼續好似嬰兒咁樣，只能夠食奶，唔能夠好似成人咁樣食乾糧啊！反映到當中嘅信徒可能已經聽覺遲鈍咗啦。長宣家嘅家人，我哋今日喺主耶穌基督嘅教導裏邊，我哋有冇聽覺遲鈍呢？或者我哋有冇唔想聽入心呢？而導致我哋生命，我哋嘅屬靈生命停滯，仍然好似一個屬靈嘅 baby。第13節，保羅咁樣同我哋講，佢話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。我哋生命要成長，讓真理係存喺我哋生命裏邊，去推動我哋嘅生命，以致我哋能夠服侍主。呢個亦都係第2點，讓真理推動我哋嘅生命。第14節，保羅提醒我哋唔好再作小孩，言下之意，有啲信徒嘅生命真係可能仍然停滯不前。但無論有冇呢啲信徒，保羅指出屬靈嘅小孩子係有啲特質嘅。嗱，嗰啲特質咧就唔係小孩子嘅天真爛漫、活潑可愛，而係眾人嘅詭計同欺騙嘅法術，仲有被一切
異端邪説影響，對信仰嘅態度左搖右擺，就好似坐緊屬靈海盜船咁樣，一邊擺一邊被詭計欺騙，偷走咗佢哋對基督嘅信心。今日我哋對信仰嘅態度會唔會被外邊嘅世界去影響呢？或者被一啲自我嘅諗法、自己對天父令到自己對天父嘅上帝嘅信心左搖右擺呢？曾經有人話有一個信徒，因為中國文化比聖經所講嘅歷史係更加長遠，跟住就唔信耶穌啦。嗱，呢一個例子明顯係對基督嘅信仰就唔認識。又有另一個例子，曾經有個姊妹分享佢嘅朋友曾經做過警察嘅喎，佢好想升級，但係當中係要講埋堆嘅關係，而唔係講真誠嘅關係。結果嗰位姊妹嘅朋友為咗升級，佢決定走埋堆嘅道路，上咗隻屬靈嘅海盜船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要坐嘅係長宣家嘅福音船，有主耶穌，我哋就會好定。感謝神，我哋冇搭錯船，因為我哋都唔會中途跳咗出去呢個世界，俾世界嘅事，俾自己嘅慾望、諗法去操控咗我哋嘅心。喺神嘅聖工上邊，如果用自己嘅經驗、諗法去行呢啲事工嘅啫，結果就會造成破壞。弟兄姊妹嘅關係更加唔使講，我哋會因住個人嘅私慾，冇溝通、冇愛、冇尊重，只係建立個人嘅自我中心，人同人之間嘅矛盾就會出嚟。但係喺主嘅裏邊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係容忍呢啲事情發生，咁會點樣呢？教會保羅喺度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唔可以咁做，我哋要用愛心説誠實話。除咗教導，我哋要面對教會裏邊黑暗，或者弟兄姊妹做咗一啲破壞屬靈嘅家嘅合一嘅行為嘅時候，保羅教導我哋要用愛心去説誠實話。當然啦，愛心説誠實話，今日有好多嘅詮釋，而喺呢度聖經裏邊嘅教導，當然唔係叫我哋當人做錯事嘅時候，我哋大力咁塞落去，或者按住自己嘅性格同諗法，想點講就點講，而係用基督嘅愛心去講。呢度所指嘅係用愛嘅真理，用愛去講出真理。呂振中佢咁樣譯喎，佢話用愛以愛心真誠地生活。愛心有好多種解法，有人話我愛佢，所以我就用身體力行教訓佢一餐。但係呢度係指基督嘅愛，我哋要以溫柔、忍耐、責備、包容等去同嗰個肢體講。另一方面，無論佢或者自己，都係需要實行出嚟嘅。信仰嘅實踐唔係口講，一隻指頭都唔喐。呢個唔係基督對我哋嘅要求啊！我哋千祈唔好好似法利賽人咁樣齋講唔實踐，咁樣係搞唔掂嘅。長宣家嘅家人，今日我哋要行出基督嘅愛。我哋信主嘅年日都會有唔同，但既然我哋都相信，我哋都見證，我哋都喺學習聆聽神嘅道嘅時候，我哋就要齊心去向前行，同心服侍，喺相處當中彼此
用愛心真誠嘅生活，唔係做表面功夫，真實咁去將生命連結向自己家人係真實表達自己，溝通唔到咪溝到通為止咯。叫我哋能夠連結於耶穌基督，所以我哋必定要用基督嘅，以基督為根，我哋先可以連於基督。保羅亦都教導我哋要靠耶穌將身體彼此連結，八節各按各職。八節係講緊每個關節都可以互相發揮功能。我哋都知道有陣時有啲細微嘅地方，好似一啲小肌肉發炎嘅時候，都會影響我哋成個關節嘅運作，或者一大部分嘅身體活動。所以同樣喺教會裏邊，我哋每一個肢體，我哋唔好睇小自己，亦都唔好睇到自己過大，而係我哋要睇到恰到好處。天父俾我哋有唔同嘅崗位去服侍，有唔同嘅恩賜，我哋要積極去服侍。保羅話：我哋係要互相幫助。當一邊嘅肢體有困難嘅時候，或者佢未必做到嘅時候，另一個肢體就係要去幫助、去扶持，而唔係冷眼旁觀、互相踐踏。如果只係有一啲人去做嗰啲事工，嗰啲弟兄姊妹一定會成長。問題係成個基督嘅身體就只有一部分去成長，而其他仍然瘦弱。整間教會最後係經唔起考驗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見到呢個基督嘅身體能夠茁壯成長。同時，我哋都要喺基督嘅愛裏邊建立自己。當中，我哋有軟弱嘅肢體未能夠服侍，我哋要為佢禱告。求主加力俾佢哋，或者需要休息嘅，亦都求主俾佢哋有好嘅休息，等待可以重新出發。喺基督嘅愛裏邊，我哋要彼此連結，藉住真理，就係神嘅説話，彼此建立生命，建立自己去服侍，建立基督嘅身體，建立神俾我哋嘅呢個家，讓教會茁壯起嚟。當教會健壯嘅時候，我哋就真係喺基督嘅愛裏邊建立咗自己，以真理建立彼此嘅生命。透過主嘅愛，讓我哋認識真理。喺真理當中，我哋就能夠彼此相愛，用呢一份愛去建立彼此嘅生命。最後一點，想用立志成為我哋今日講到嘅第三點，用真理建立我哋彼此嘅生命。新嘅一個星期裏邊，我都鼓勵下大家去寫一寫自己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嘅，喺具體上嘅事工參與或者服侍，透過服侍嚟彰顯基督喺我哋身上邊嘅大愛同大能。如果諗唔到嘅話，我都可以提供一個建議俾大家，就係我哋每個月教會都有一次嘅祈禱會，我哋可以透過祈禱去服侍，一齊同心去為教會祈禱。守望非常之重要，我哋要彼此去守望，鼓勵大家下星期都能夠返到教會祈禱會當中，去一齊為教會守望，亦都俾我哋成為一個有屬靈活潑嘅群體。我哋嘅靈命要活潑，我哋嘅生命要有力，
有屬靈視野嘅同方向嘅教會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成為健壯嘅一群。我哋同心祈禱。天父，多謝你讓到我哋能夠認識你，能夠認識真理，叫到我哋能夠有機會喺你真理裏邊彼此建立、彼此造就。主啊，我哋需要你啊，因為有陣時我哋都唔明白，甚至我哋總係覺得自己嗰套好似啱。但係主，求你幫助我哋，讓我哋能夠重新翻到喺你嘅話語裏邊，翻到喺你嘅當中，靠住你嘅愛點樣去彼此去建立，幫助我哋透過服侍、透過見證，能夠榮耀你。主，我哋生命要一生榮耀你。求主你幫助長宣家嘅我哋每一個，願主親自帶領，聽我哋嘅祈禱，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感謝主透過中傳道對我哋嘅提醒，但願我哋都以真理嘅去到彼此建立啦。並且咧，好緊要嘅係我哋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嘅合一。願主咧賜福我哋嘅教會，讓我哋透過快上路呢一首嘅詩歌去到作回應。快上路，天國呼聲漸近，投身於建立教會去服侍人，紅紅的心掃掉了一切冷漠灰暗，背起責任，全奉上作活祭為獻給神。我決定一世靠主導引，憑主恩發掘那真我作僕人，完全身心放下了私心己意，天天與主靠近，為着愛心熱堂傳頌救恩，完全的委身，完全遵主訓，我願見國度擴展滿權
助我哋活出喺基督裏邊合一嘅一個群體，以真理彼此建立。感謝主，垂聽禱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喺風雨當中，我哋都能夠一齊去敬拜主，歡迎你哋嚟一齊嘅去敬拜啦！願神祝福你哋。今日有幾項嘅教會嘅報告。下主日為聖餐主日，請大家弟兄姊妹預備好心靈狀況，去預備好嘅心靈一齊嘅去領受聖餐。早堂之後，我哋喺153有祈禱會，請大家嘅都預留時間一齊參與。我哋唔單止為自己、為肢體，亦都為到社區同埋甚至乎整個世界去祈禱。歡迎你哋嘅，即係我哋好需要彼此守望。執事會將於下主日下午2點半喺副堂嘅有執事會嘅會議。請各執事同工預留時間出席，亦都請弟兄姊妹為到我哋執事會去祈禱，求上帝俾我哋智慧合一嘅去商討嘅每一件事情。第4項傳道部將於8月8號星期六喺溫浩根護理安老院舉行福音活動。歡迎弟兄姊妹參與服侍。如果有任何查詢嘅，請聯絡鍾建文傳道。第5青少年區嘅將於8月14到16號舉辦3日2夜暑期嘅營會，主題係真點救極同行感嘆號。地點喺東涌嘅香港遊樂場協會，對象係升中一同埋大專學生。費用係350蚊，而且如果係嘅屋企有兄弟姊妹就係非常之好嘅，可以每位300蚊一齊報名。高城區喺8月16號5堂崇拜之後有聯合團契。今次嘅我哋邀請咗講員李顯威牧師，佢亦都係個位中醫師，有穴位嘅按摩嘅講座。歡迎弟兄姊妹帶備食物一同分享，就算你唔帶嚟都冇問題嘅，因為教會我哋會預備咗食物粉麵飯喺度嘅，但如果可以嘅就帶餐具。經執事會議議決通過2026至2028年度嘅人事小組，喺本年6月28號成立並啟動。小組成員包括咗執事代表黎偉橋副主席同埋周慧鳳執事，傳道同工代表係黎美好傳道，會友代表嘅係羅連青姊妹同埋蔡培青姊妹。本堂70週年嘅堂慶活動，教會大旅行喺今年嘅10月1號上午10點到下晝4點鐘喺長洲西苑舉行。報名嘅日期分咗2日，8月9號同埋16號，費用全免。請大家喺會後之後嘅喺司事台嘅報名。如有查詢請聯絡黃家寶弟兄。黎美好傳道喺7月21號到29號呢，週2同埋週3呢就放年假。呢段期間係由鍾建文傳道處理堂務事宜，請大家留意。執事會喺2026年7月4號接納黎美好傳道7月1號請辭負責同工一職，並即時生效。亦都接受黎美好姑娘嘅申請，喺10月1號起退休，將於10月至9月週間放年假。本堂傳道歐楚明傳道將於2026年8月30日1號約滿退休。執事會已於2026年7月10號通過聘請白曉彤姊妹同埋曾潔儀姊妹為部分時間幹事，履新日期為2026年7月15號。
本堂僅定於2026年8月30號午堂崇拜後，於禮堂舉行歐楚明傳道榮休聚餐歡送會，誠邀弟兄姊妹參加，費用全免。截止報名日期係8月16號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周慧鳳執事。機構消息：長洲基督教聯會於9月26號星期六上午9點至下午2點喺長洲山頂道運動場舉行聯堂嘅運動日，賽事包括田徑、接力、親子賽。請大家喺右方嘅 QR Code 報名。第二項第98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，題目係翻轉生命更新事主，喺8月1號至10號舉行。請大家鼓勵弟兄姊妹上網聽嘅，都知道喺長洲好難出到出邊嘅，但鼓勵弟兄姊妹喺網上聽，幾位嘅講員都係能夠透過都係好有份量嘅，去同我哋去分享聖經裏邊，鼓勵大家到時或者翻聽，喺1週之內都可以翻聽嘅。報告係咁多。我哋嘅一齊嘅同念主禱文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陷入試探，救我們脫離那惡者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我哋一齊同心祈禱。天父，我哋求你嘅幫助我哋，叫我哋今日所聽嘅道能夠喺我哋心裏邊去運行。我哋知道嘅，我哋聽道要行道。求上帝聖靈引導住我哋喺生活上邊活出你嘅話語。你點樣差遣我哋，叫我哋去嘅父點樣差遣子，今日耶穌基督都要差遣我哋出去，叫我哋喺我哋工作崗位，喺我哋日常嘅家庭裏邊去見證你，去成為主你嘅明燈，去照亮黑暗嘅地方。我哋咁嘅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